感谢上帝恩典甲怜悯，叫伊所定着时间，互咱三甲来到伊的面前。今天非常感谢圣歌队带给我们一首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里面是很有名的一曲诗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我们把它称为诗歌、经文诗歌，对不对？不管是只有一句话，或是有一个曲子这么大。那刚刚这个是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这个经文诗歌经文的时光吼，那点么教会较久的，我们可能大概会听过。有没有人今天第一次听的，或很少听的？今天第一次听到了，请举手。这一首，来听给声举手，听给声举手，哦，多谢，你可能较准吼，可能还有蛮多人没有听过哈。你会发现，上帝的话语。借着他给人的一个恩赐，在音乐、在乐性上面的一个谱曲，那首诗歌真的可以打动人心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西方的宣教师讲，咱是吟诗阿老的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吟诗阿老的教会中间有2首，一直是伫过去这样几十年中间，互人真得到激励。一首就是咱真侪兄弟姊妹会晓唱的。咱就来吟诗，吟诗阿老主上帝。咱就来吟诗。对，这个吼，咱拢真熟哈。但是第2首咧，这首会友较会晓唱，对无哈？但是拄啊圣歌队唱这首，有影，伊实在是圣歌队带会友来唱，圣歌队来献上迄个阿老赞美哈，互咱看到咱长老教会信仰。2个真具体实在的领域，一个领域就是啥？第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首歌，咱就来吟诗阿老耶和华。大家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常常是一个有诗歌的信徒，有赞美的基督徒。在我们任何的领域里面，我们都可以感谢赞美上帝。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非常强调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记得吗？在加尔文给我们的一个概念里面说，一切都是为了都要荣耀上帝。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考试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为了荣耀上帝，就不是考100分荣耀上帝哦，是那考试的过程是不是荣耀上帝，对不？准备考试的过程是不是应跟上帝？不是讲你第100分应跟上帝。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非常要紧的。所以咱就来吟诗阿老耶和华，在咱的日常生活中间，每一时刻拢阿老上帝。但是第2首就拄啊咱所听来就滚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情境是很现实的，咱的生活是真实在，你要一项一项去面对，袂当闪避。面对困苦，面对挑战，面对艰难，面对欢喜，面对这所有一切生活生命的实况，你有一寡不足，有一寡忧闷，有一寡操烦。但是主耶稣讲，来就近我，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所以这首诗歌讲出来，每一个人，咱生活中间所有的一切，耶稣拢知。你唔免来到礼拜堂中间做礼拜交托给上帝，结果回去家己的厝拜一开始，佫着爱碰到遐尼侪操烦的代志，拢家己担，唔通主耶稣甲咱担，这就是今仔日咱最近伫即个时刻要三甲来学习的一个功课：休困甲安息，休息甲安息到底是讲什么？当然，今仔日咱有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礼拜中要开定期会员互会。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特别的一个聚会，这是聚会，所以是伫礼拜的中间，唔是礼拜煞才要举行，是伫礼拜中间，咱有一个定期会员互会，咱称作定期是每一年2月底以前，咱会召开。所以有的教会用23，有的教会用16，有的教会甚至用1月初5还是12，1月就开啊，哈，因为12月就拢关了后，就物件传的，可教会的形态无共款。定期会员是甚物？会员就是有洗礼，有洗礼，咱的会籍有伫属灵教会。有的兄弟姊妹可能踮咧新念教会，踮咧属灵教，踮咧相连教会，踮咧济南教会洗礼，
虽然有一段时间伫咱树林教会做礼拜，毋过敢若咱亲像户口，我搁囥伫咧高雄，我搁囥伫咧金门，我住伫台北，我户口无刷入来，所以选举的时阵吼，我踮咧台北我就无法度选，除非我走转去金门，走转去高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注重这项，就是认同定君的功课。为什么要有这个汇集的事情呢？刚刚已经提到了，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强调的信仰不是浮在空中的，是跟你的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年轻人，你会发现这个信仰一定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样的信仰才是活的，它才是真的，它才给我力量，而不是只有跟团契的契友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只有跟辅导在对谈的时候，我的心才得到激励。不是，是在我的处境中间，你就经历到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他无时无刻跟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在强调那个定根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加入了一个教会，当我搬到了一个区域的时候，我把我的户口也迁来了，我把我属灵的户口也加进来，认同这个教会，一起在这个目标领受的意向上面一起来努力。这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咧讲户籍、会员籍真要紧的原因。因为有认同、有参与，知影教会的目标，这个我对这个有意义，我欢喜做进来，无看到人的有限甲软弱，知影讲上帝伫这中间所予咱的目标，所以咱要做进来行，要来成就这项，所以这是咱咧讲到的会员原因伫遮。所以咱会讲，我哪会会员名单无我？如果你这方面佫有疑惑，等下刷会当。是等会当请教咱清北新的长老，是讲咱的中级，会当知影讲我已经洗礼啊，我会籍要安怎刷来树林教会，是我哪未洗礼？如果我们还没有受洗的，我们预定在今年4月20号的复活节有洗礼。当然每一次的圣礼点我们都有洗礼，但是我们会集中焦点。今年4月20，过偌济咱就洗礼，咱就当量早报名参加学道班，通好来洗礼加入伫咧上帝家庭，咱树林教会内面。所以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特别的定期会员合会、定期会员合会。所以定期会员合会是由小会负责要来召开，然后我们要听很多包括各团契、小会、长执会等等的事工报告。然后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我们会推派，就是检账委员，我们也必须要议决接纳2013年的决算跟2014年的预算，这个就是整个会员合会在进行的事项。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会员合会有一个特别，让我们有回顾跟展望。回顾2013年，展望2014年，这款的会员合会其实咱用另外一个心情来看，你会发现，和上帝拄开始咧创造宇宙的时阵，迄个心情真同款。有回顾，有展望，有休困，有定心的开始。会员合会，咱今仔日来敬拜上帝，有这项真要紧的功课。在上帝面前安静自己。过去这一年，上帝的恩典如何跟我同在，充满在我身上。过去一年，上帝恩典怎样帮助我？过来2014，我有心会爱去面对。有的学生要考试。要填志愿，有年轻的朋友可能工作要转换，要换跑道；有的人可能要结婚，要建立新的家庭；有的人可能今年他有一个复健的计划，复健身体复健的计划，还是有要手术，还是有什么款的代志。在新的一年，咱知影有新的面对。那呢，在这个新的面对的中间，咱要看到上帝伊的手继续牵咱。所以有回顾，有展望，有休息，有开始，有休困，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敢若亲像创世纪，咱看到上帝的创造。如果咱来看创世纪第1章这个经文咱大家拢真熟，周报我已经甲咱写互咱若看过你就拢去轻知影有无？真趣味呢！上帝在创造的时阵。伊毋那敢若甲创造的物件比半边，主日学的囡仔就爱问的啦。我毋知影咱教主日学的老师捌帮过。主日学的小朋友很喜欢问说：上帝以前有没有创造这个？上帝以前有没有创造哆啦 A 梦？上帝有没有创造？
上帝有没有创造？那叫什么门呐、啊？什么门？啊，讲邓起爱问孙吼，讲迄个到底什么门吼？其实你想一想，上帝刚有创造迄个，用今仔日的科学技术来讲吼，上帝搞不好早就创造。是干那咱今仔的科学还袂去认捌到迄个门，毋要安怎按迄个门吼，一入去就让走到美国去吼，毋免坐13点钟、15点钟的飞行机吼。主理会囡仔就爱问的呀，问啥？上帝当初创造有创造这个吗？有创造这个吗？今天看到好多东西，当上帝迄阵啊创造的，年纪渐渐大，当咱碰到困难的时阵，碰到一寡咱怀疑的代志，碰到咱一寡无明白的代志的时阵，你敢袂问？你敢袂问讲，这敢上帝当初创造的吗？黄美莲博士哈，是一个脑性残障的一个艺术家，伊爸爸妈妈基督徒。当这个囡仔出来的时阵，伊讲：敢上帝一开始就创造安尼吗？上帝是基因出错了，上帝安创造的时阵是多一个基因安尼去弄唔对，啊是伊敢创造的时阵就要创造一个看起来有瑕疵、无完全、无健康的囡仔。一出世有的欠脚、欠一只脚，有的一出生脑性麻痹，有的出生少一只脚、少一只手。到底是上帝出错，还是他不小心？还是这个本来就是在他美好的创造里面，所以在创造的时候，咱定定目睭拢看在受造的万物，对吧？是有创造的万物，咱较袂记得的，就是今仔日咱经文咧讲的，有下昏时，有早起时，有下昏有早起，下昏就是咧讲黄昏要日到，有早起就是太阳起来了，有下昏时，有早起时，这个在说到生命中间一个律动。一个节奏，生命需要这款的节奏，生命需要，生命不是一直让你徛伫个悬山，生命有落山的时阵，所以咱当看到这个讲，有下昏时，有早起时，有晚上，有早晨，这个律动告诉我们，受造万物都有工作的需要，也都有休息的需要。上帝一开始创作的时阵，伊就已经伫伊脑海中有一幅图。有一幅图画在上帝的脑海里面，对不对？那个图画里面是有停止的时候，有动的时候，有休困的时阵，有工作的时阵。那安尼，咱来看上帝创造中间这个元素。第一个，伊甲咱讲就是爱休困。通过安尼哦，所以你若注意去看上帝创造的6工吼，拢有这项，就是伊创造的物件的内容，伊佫甲迄项物件功能。定丢，你回去看一看哈，给它明确的功能。第三，有的国家好名，可以角色积分。然后第四，一看伊所创造的拢真安怎，真好，非常好。最后，咱看到这项，有下昏时，有早起时，有下昏时，有早起时。圣经神学研究班的时候，有一个在研读创世纪，有一个一个那个大二的学生哦，大学里面学生就问辅导讲，有下昏时，有早起时，但是日头甲月亮当时创造的，第几天？大光、小光，大光管日时，小光管暗时，这是第几天创造的？圣经翻快一点，它就有了哈。早上那个有一个大光管白昼，一个小光管晚上，这是第几天？啊？对啊。那前面3天怎么算？1、2、3。日头甲月亮还未出来以前，怎样有下昏时，怎样有早起时？所以要来礼拜3的太古的创世纪哈，圣经，咱这个一定礼拜3已经开始啊。创世纪第1章甲11章已经将人类所有的上帝意象中间、上帝概念中间哈，拢已经显明出来。拢已经显明出来，真正包括这个问题，你敢拢唔捌看过？日头拜4才出来，无第4天才出来，啊，头前1、2、3天怎么算？那他科学的人马上就会去看到这个问题，这唔是问题啦，因为在这个中间，上帝要互咱看到迄个生命中间那个律动节奏的需要啊，律动。所以第一个，为什么有休息？休息的意义是什么？休息的意义是上帝告诉我们，生命是有节奏的。生命有迄个节奏，好，敢若你唱歌啦，拢共款一个音，拢无节奏，敢若
是嘞吼，毋是咧冒犯，但是毋是咧念，敢若像咧念经吼，噔噔噔噔讲一个音啊，拢无啥物款节奏。性命毋是安尼，性命实际上有真水的所在，所以咱咧讲着，有早起，有暗时，有工作，也有休困，有责任，有权利。你看到工作甲休困，这两个敢若像相对的，对无？逐个人拢较望休困的时阵，下昏时的时阵，轻松的时阵，是我得到权利的时阵，逐个敢若亲像较无爱啊，工作的时阵，就劳苦的时阵啊，担当遐尼侪责任。上帝创造甲咱讲这两项交错循环、律动自然，这两项男的斗阵，伊是极其水，互咱会当体会。所以第一项休困的意义咧，甲咱讲的，这是生命上帝创造的一个节奏。这个律动它存在我们中间。第二个，拄啊，咱读的圣经嘛，咧甲咱提醒，什么叫做休困？伫咧创世纪讲，这是上帝所束缚的。伫第7日，上帝完伊所做的工，就伫第7日，伊休一切所做的工，上帝束缚伫第7日，上帝束缚伫第7日。所以咱来看到遐一工一工的创造到上尾啊，人出现了后，人出现了后，上帝就要休困了哈？毋是啦，上帝敢需要休困？上帝需要休息吗？不是，是他创造的万物需要有这个律动。以上帝所创造的生命需要有这款生命的节奏，所以伊束缚互迄个休困的日子，他特别赐福给休息的那个日子。好，所以咱咧讲到休困的意义的时阵，这个互咱安静休困的时阵，其实目的就是要互咱来亲近上帝。伫咧出来记20章第8节到10节哈，我们一起念这个预备来，当。着纪念安息日，守以最圣；着纪念安息日，守以最圣。咱另一日会讲到什么叫安息日，咱即马叫做圣日。但是咱同款守这个圣日，耶稣国外的日子，咱守圣日是为着要亲近上帝。早起咱来到礼拜堂安静咱的心，咱其实是足想要甲上帝讲，互我的心灵会当甲你的心灵相拄。哦，我讲话，向我说话，让我能够体会到你在我里面的那个温暖。那个力量、安慰跟鼓励，一定要去经历到这个部分。每一摆当咱守这个圣日的时阵，不是行礼如仪来到这边跟大家 say hello 哈，啊，看到大家人平安，爱互家己先会当亲近上帝，互咱的心灵休困，这是第一项咱咧讲到休困的意义、休息的意义的第一个功课。所以，咱休息的意义，咱就会当走出来拄我咧讲的哦。受造的万物，咱拢需要工作。但是咱嘛拢需要休困。第二项，那安尼人类将休困、将这个休息变成什么样哈？有老师咧讲到这段经文会当提醒咱，就是伫咧创世纪第3章第6节，创世纪第3章第6节哈，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且是可喜。妇人人看迄丛树好食，妇人人看迄丛树哦好食，也嫁目嫁，就嫁互你啦。你买迄高丽菜，我嫁葱啊互你，吼，迄个嫁目真下目，就让我看了喜悦。过来，通羡慕看到互人的羡慕，要阁互人有智慧。所以这4项。有老师咧甲咱讲，真侪人来看休困的另外一个功课，才造出来。所以我们常常不是说休息，我们说休什么？我们说休闲。在这休闲中间，这4个元素跑出来，这4项元素造出来哦。下班的时阵，董事少诶，听讲东区现在有一家什么哈，我们就赶快去 Good Food 哈，来去遐小食一下哈，因为食物件会当互人休困啊，是不是？5点半、6点要下班啊，6点半要下班，要去倒食。听讲美伦街有真水饺真好食吼。哦，对，虽然说很简单，可以果腹，佫袂歹食。食物件真正会当互人休困。在这个休闲这个元素原本没有不好，哦，真的会让人家得到一个休息，悦人眼目，教目
所以有当时休困的时候，毋是干那食，朋友招的咱来美术馆，来美术馆看一寡的展览，看一寡艺术，迄个有影互咱看，会感觉规个人得到轻松。去看，到美术馆也好啦，到艺术中心啦，我们到故宫博物院啦，去看这些，或者说去欣赏一些艺术的表演，令人喜爱。即马要休困的人愈来愈爱两款，一款叫做运动，对吧？有没有？现在休闲越来越许多，另外一种叫做旅游，也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这两个这两款旅游跟运动，是这1-20年来现代人休困愈来因为经济缘故愈来愈爱。所以毋若安尼咱会阁发现到有人要去啥进修，下班了后阁去读册。哎哟，那样忝无？因为伫伊生命中间有一个无满足，所以咱会当看到时时有人咧考试。昨甲今仔日，咱有一个姊妹咧考试，要做一个医生，要做一个专业的律师，要做一个会计师，无遐简单。除了学校的考试以外，阁爱要有 license 的考试，阁都爱有进阶的考试。咱常常为着遮的朋友祈祷，毋茫因伫考试的时阵，知影上帝予伊的心意是甚物，会当安然将家己交托予主。咱嘛知影这段时间，因为3工前拄好学测的分数出来，所以咱嘛要特别为着这个家庭祈祷，这个父母甲囡仔最近要填志愿的时阵，也是讲要阁准备7个的考试，这个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功课，所以他们一起进入了一种什么？想要让自己增加智慧，互人会当有智慧，做这款的进修。无论多一项，当咱的人类咧讲休困的时阵，真期待是安怎呢 ？recreation， 是毋是？上帝创造叫做 creation 创造，但是咱通过休困，真期待会当 recreation， 就会当搁一摆更新，搁一摆换新呐，搁一摆换新，是敢若较无彩。但定人拢甲上帝创造水水的物件，拢甲弄甲真趣味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观念进入，物质主义、物质主义这些概念一个一个一直加进来。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个社会历史，所以我们只是用这个提个例子。这个让我们的休息互咱的休息休闲有一点变质，钱欠愈多，煞变做咱生命真重要的目标。变做咱生命中间上要紧的工作，这个挑战真大。所以，咱这代，我定来讲这代嘛要几岁到几岁？一个咧工作这代，超40-50岁，一直到未退休这代。迄讲到一个人甲我讲，牧师，你毋知咱这代偌辛苦呢？第一，咱就要为了咱这代打拼，对无？爱有通食，有通休困，阁想要旅游，阁买一间厝，对无？安等等，你看工作30-40年，拼到要死，偌辛苦的呢。第二，咱阁毋係干那为了咱这代，阁为着啥？为着下一代啊！迄学费，讲读到大学毕业，讲爱几百万，一年安尼，讲都爱毋爱偌济钱啦，就讲为着要互囡仔安那，所以莫怪咱踮咧台湾生3个真的要颁奖状真的要颁奖状，不只要颁奖状，国家还要国家真正要付一些更多的基期但都要为着下一代，为了下一代的造就，为了下一代的需要，有的父母更较用心，更为了下一代，更买一间厝安尼哇拼啊！那呢，更都要为了啥？毋是顶一代，为着咱的退休啦，为着咱的顶一代。所以我顶礼拜有讲过有无？我你家去探访有一个兄弟就讲牧师，至少要准备500万，至少要准备500万因为毋通讲咱的子孙会替咱准备迄500万哇！这代的工作是为了3代咧打拼呢。这敢若是台湾，也是讲一寡国家的情形，敢是安尼吗？咱的一世人，我们一生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在努力目标吗？所以当然这个也就让我们不得休息了，对不对？这个不得休息就刚第一个，就拼命赚钱，下性命赚钱，要积住钱，就无休困。第二个就是右上角那个这个是什么东西？一个人的手这个呢？
越来越多的科技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在科技、科学技术进入咱的生活中间，咱讲哇，安尼足方便的，要出国唔免坐船、坐飞机足方便的哈。但是相对的，科技发达，工作就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啊，对吧？登去厝的，咱 notebook 爱开开，赶快爱摕出来瞥，赶快爱亮亮亮哈，什么消息要赶快传哦。然后有的电话你还不能不回哦，尤其有的号码你绝对不能不接，不接明天就不要上班了。主管头家电话来，你想办法嘛，要紧甲回一下哈。到底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哇，科学技术之方便。咱什么时阵休困？古早吼，我想咱啊长辈信徒就会听过。古早的迄个老师甲咱讲，有两款人吼，伊的门袂用个关，伊的门拢爱常常拍开的。一款就是医生，是的哈，一款就医生。医生无用讲半暝3点吼，啊人哇，巴肚疼要死啊！你讲啊，明仔载9点，明仔载9点才有门诊吼，无啦。急诊就开伫遐，啊若无古早叫做往诊，卡棒摕卡拉车都爱去。这个是医师啊，医书，这是医师。另外一款嘛是同款，叫做牧师、牧师。牧师你无用讲暗时2点半啊，会友咧家后边忙这边，你讲啊，忙紧，啊等吼，我为祈祷，啊会当冻到6点吼，我6点才去。2点半3清的，啊都爱赶紧哈。进去需要的所在。古早没有电脑，没有 notebook， 没有网络哈，但是去用点着，医书都是往诊啊，对不？咱看医书都往诊啊，然后牧师就是爱去需要的所在。但是今仔日大家人拢安尼啊，感谢主吼，安尼较公平。大家人回去厝啊，啊过来上班，就侪人安尼啊，回到家里还在上班。这是上帝的心意吗？马可福音第6章31节，年轻的人，你把和合本圣经翻译一下。马可福音6章31节，啊，因为我们太熟了京剧哈，金句甲你拍出来，你拢人不会囥在酒杯啊。马可福音6章31节，你看主耶稣嘛是同款，他那时候没有 notebook 哈，可是他也是忙的，无闲，甲连吃饭都无时间呢，因为他没有用，耶稣无用电脑，用迄个 network 甲人连接。问题是边仔的人哦，掠伊掠条条啦。马可福音6章31节哈，6章31节哈，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他就说：“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耶稣就对因讲哦，恁家己哦，敢若这学生恁家己，甲我来去旷野的所在，咱来去旷野的所在，休困点仔久，歇一歇就休困点仔久吼，休困点仔久，因为往来的人多，连食饭也袂得，也袂顾得，连食饭也袂顾得。毋是今仔日科技发达的时代，安尼原来2000年前，耶稣为了服侍，嘛是共款安尼。所以科技一发展吼，咱拄仔咧讲诶，煞变做有当啊，大家愈来愈无用吼，无用到一款程度吼，即个都爱甲摕出来小安尼看觅吼，若听到点国家会摕出来，若无听到点无要紧，听到点国家会摕出来看讲，敢会迄个单张咯有啥物代志吼？敢会陈老师要讲啥？因为我报告才拄交呢尔，敢会经理吼交代代志，我有做咧，敢会迄落即个物件吼，随时吼伫咱的身躯边安尼，互咱煞变做调调的啦。台语讲调调，工作成瘾，会袂？煞变做工作成瘾吼，伫即个所在，甲咱讲即个物件吼。所以咱拄仔看的马可福音6章31节，甲咱提醒连耶稣都甲学生讲，咱来去旷野的所在，休困点仔久。来去迄个所在休困点不久，人对伫休困、对伫休闲，好像处理的不是很好，是不是？好像处理的不是很好。有没有发现，我们为什么说 Blue Monday？ 礼拜六、礼拜天本来就要休息，拜6礼拜就给你休息的很好啊。拜一应该是精神饱满的时候啊，为什么礼拜一上班叫做 Blue Monday？
为什么？忧郁的礼拜一，郁卒的拜一啦，要上班就艰苦。为什么？因为拜六礼拜佚佗啊，足忝的，休困啊，足忝，休息的好累啊，是不是啊？所以礼拜一变成 Blue Monday， 诸冠统还都拜一，所以礼拜一都要开早餐汇报的原因，要收心呐，啊，原因在这个地方。这个好像不是上帝的心意哈，我们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第三，同尾啊，咱结论就要来讲啊，真紧就要入去啊哈。从休息到安息，对休困到安休，咱唔讲，那足侪兄弟姊妹讲啊，我已经退休啊，我无这个问题。来，请注意，真正退休吼，咱搁较无用，你会发现退休搁较无用，对不？哦，真侪人拢有这款经验，退休搁较无用。伫这个所在，咱看到第一个，这个甲咱讲的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18节吼，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你们得救。你们得力在乎耶和华，必然等候，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得着救，得救是在伫倒转甲安息；得着快乐是在伫平静甲辛苦；得着救是在伫活倒转，转来扭转啦，方向唔对啊啦。连休困的方向拢唔对，爱倒转右转哈，甲安息，得救是安尼哦哈。要得到快乐的，在伫平静甲信靠上帝，甲信靠上帝。所以这个，互咱会当看起。你讲基督徒敢唔知影休困？新教的基督徒吼，较认真拍拼，因为吼400-500年前，400年前，当坐迄只五月花来甲北美的清教徒哈，清教徒他们非常的殷勤工作，在他们的信念里面，认真勤劳工作是美德，懒散是罪恶里面的第一项，竟然不是其他的哦。那时候在北美的清教徒哈，殷勤工作是美德之一，然后懒惰、懒散、休息是首恶。你如果现在去看文献在那边的教会，竟然那里哇，所以没人敢休困，对早工作个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常常回归活倒转安息，然后常常需要得到这样的平静，那力量才会出现。会记得诗篇46篇第10节安怎甲咱讲？恁就要定定，恁就要休困，就要知我是上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只有在休息的时候，只有伫你安静、心灵拢安静的时阵，你才知影有上帝啦。伫无闲工作、足无闲的中间，你根本就袂记得有上帝，对无？有当时咱问伊讲：你有祈祷无？我无闲才袂记，我即马紧祈祷。一无闲就袂记祈祷，一忙就忘了祷告，一工作就忘了祷告，一工作就不知道有上帝。只有在安静休息的时候，上帝在我们心里面跟我们连结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说会有那种只有在安静的时候，就好像在创世纪第3章第8节提到，上帝在花园里面，在伊甸园伫爱甸农园，踮咧迄个所在，上帝伫迄个所在咧行。但伊的圣经是讲行游啦，行游。哪行哪佚佗，上帝踮咧回应中间。为什么？上帝家己一个遐行嘛，毋是甲人踮咧遐咧交谈，但甲人相同行，甲人的灵中间有一个结连，甲咱的心灵有一个结连。所以咱若无休落来上帝就算讲来找咱，上帝来找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他找到。所以后来亚当的夏娃不想被上帝找的时候，就躲起来。上帝说：“人啊，你伫倒位？有没有？人啊，你伫倒位？”上帝很希望跟我们灵里有一个互动，所以对于休困、对休息到安息这个部分，拄啊咱所听圣歌对所念的诗歌，过一摆，互咱得到极大的快乐。主耶稣讲：“恁紧啊，着我担当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着我担当来就近耶稣，要互咱得到安息。这个安息是甲后壁这个功课连斗阵的。温柔谦逊念到底，也就是讲，伫温柔谦逊的时阵，咱要得到同大的轻松。你会发现无？有当时咱一着急起来，一生气起来，感觉足重大。你伫温柔谦逊的时阵，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心情会较轻松，
你的情绪会较自由，会较轻松，会较喜乐。所以主耶稣甲咱讲就安尼。当然，伫即中间，咱知影温柔谦逊，伊要提醒咱的，就是你就要将你家己的重担、身段、坚持，甚至使命感，你都要放下来哈。有人会觉得说：“怎么会呢？咱不是常常咧问人讲，你有使命感无？”哈，对，使命感是对上帝来的一个吊命。所以，当我要完成这项事工、完成这项服事的时阵，是上帝牵我的手在做，不是我啦吼。在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整个总会也好啦，整个2000年来，还是讲500年来的教会历史中间，有真侪人哦，感觉家己最重要的。我若无我，这项代志创袂好势。其实毋是我安尼想，是别人拢安尼想啊。逐摆若讲到要去倒一搭佚佗，大家问伊，我真冤枉呢。逐摆若讲要去倒有啥物好食问牧师，真冤枉吼。迄款的重要，迄款的使命感，有当时是家己掠条的，有当时是边仔促成的。但是就感觉讲，我若放落去哦，别人创袂好，安尼毋好。其实真侪时阵，咱真正爱安休爱休困，就是爱放手，什么叫工作？当我掠条，我抓住了，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个就叫做工作。当我放手了，我放下了，那个就叫做休息呀，对吧？所以跟退休无关系哦。我感觉我最重要，我要掠条，这就是叫工作。这我来创，涂骹我来洗，饭我来煮，厝我来整理吼，银行我来去，什么迄咯，这个就叫做工作。我若甲放落来，这互牵手去创，这互囡仔去创，这互朋友去创，这叫做休困。不是讲我无负责任哦，我还知道事情怎么样在做，但是我知道我怎么把它放下来，放下来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好，所以有晚上，有早上，有安息，有复活开始，让我们不只是唔那个，互咱的肉体、身体得到元气，得到恢复，嘛互咱的心灵、新的眼光会当得到开阔。咱拢会记得这个故事，马太福音25章21节，25章21节，咱最近来台北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不多。”好过尽忠的萝卜，你伫少的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多的，通来立你主人的快乐。再讲两项，踮咧地面上，咱工作了后，我们要面对两个，一个是设立咱做过较多，第二个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也就是说，到天堂去，工作跟休息是继续在生命的律动，不要以为到天堂去就没有工作，也不要以为到天堂去就没有 sloco 没有那个打 tennis， 没有，这些都有生命的律动。主耶稣说：“来，进来了以后，仍然在我们中间。”所以，在我们说到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那个蓝图就很清楚了。有下昏时，有早起时，咱唔通因为咱敢若看到工作。这甲上班无关系哦，我讲退休的人嘛同款唔通看咱目睭看，不要再定睛在工作，忽略迄个休困是一个恩典。那个休闲、那个休息真的是恩典。如果你忽略了这个恩典，家庭会受损，家庭的关系会受损，家庭的关系因为你若一直在工作，回去甲厝的搁咧瞥电脑，回去甲厝的搁两个人坐伫家己的电脑头前，要安怎沟通啊？厝诶要安怎讲话，要安怎食饭就算讲大家摕电脑，无你嘛互相加讲一寡话大家手头拢一电脑，互相迄个交陪，过来，这嘛会损害咱甲上帝关系有下昏时，有早起时，有休困，有工作。对休困到安息，咱规个要学习的，就是这个柔和谦卑的功课。那安尼你转去了，想看卖。你同欢喜，你最喜欢的休闲到底是什么？你同爱休困是什么款？当然，很多人会说睡觉
好好波民呐，波民，对，这也是一种。我们看到那个送权就是让你去那边好好睡觉，不只是灵里面睡觉休息，肉体也让你好好睡觉好好的休息。我最喜欢的休闲到底是什么？我刚才亲像拄仔咧讲，工作就多放不掉那个如果手机没带就没办法出门，一定回家带，一定回家带。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工作的情况，好像一个捆绑把我绑住了？会不会放不掉？有时候我们会这样人家会讲，你都快休啃的啦，不要紧啦，高音啦，对不对？就高人啦，放不落，不会。当然，真要紧，拄仔咧讲的清教徒，我们自己会去分别，咱来分别看什么叫休息，什么叫懒散是大人常常看囡仔看袂到，有够懒散人伊休困也是懒散可能要分别一下。没有时间说1828，你回去年轻人，你 Google 进去1828那是非常可以让你眼睛一亮的回去打1828，在台南市大学路18巷28号，所以他就用1828。如何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休闲也能够结合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但是最重要，同样更是拄仔所咧讲的这几项：休息到安息，上帝意爱咱有休困，迄个休困唔单干那伫咧肉体休困，互咱的心灵嘛会当得到安息。咱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创造极其奥妙，唔那干那互阮目睭看会到的，侪伫即个世界宇宙的受造物，搁有阮目睭所看袂到，嘛是伫你创造的内面，包括阮都爱伫你的听，伫你的灵内面得到真实的安息。恳求主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每一礼拜来甲你面前，真正得到心灵的安息。要定心得到溃烂，主，这需要圣神你一个一个来看阮，一个一个来保守阮。阮也确实，你要用安尼来引带，互阮伫礼拜煞了后，倒转去阮厝的游玩经验，享受着和上帝相同行，心灵中间时刻无离开主，完全的信靠。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